呢一集會講解2018年 DSE Geography MC 第29題。深色咗嘅地方就係營養不足人口嘅百分比中至高嘅國家。換句話說，深色咗嘅地方就有 food shortage 糧食短缺，而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就係紅色 highlight 依忽。好明顯咁睇到非洲嘅糧食短缺係比東南亞嘅嚴重，所以糧食短缺喺非洲係最嚴重嘅，而唔係東南亞。選項一錯。選項二就話糧食短缺主要出現喺欠發達國家，喺非洲有一紮國家佢係有糧食短缺嘅，而你冇聽過嘅國家就通常係欠發達國家。而喺中國嘅左下方呢個係印度，你睇到呢啲黑色咗嘅國家，你就可以概括到糧食短缺係主要出現喺欠發達國家。選項二啱。選項三 Tropics 熱帶地區就係近 Equator 赤道嘅地方。指呢三個國家佢哋喺赤道同埋有熱帶雨林嘅，將佢哋連埋一齊就有個赤道出現咗。熱帶地區 Tropics 係大約喺23度 North 同23度 South。揾23度嘅方法就係將地圖最盡頭嘅90度斬一半變成45度，再斬一半變成22.5度。熱帶地區對 Tropics 就喺23度 North 同 South 之間嘅地方。睇到選項三講嘅糧食短缺主要出現喺熱帶地區。